对对对 ，OK， 好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早。今仔日是咱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改做伫网络直播的第二个主日。今仔日有一寡咱礼拜中间定数有一寡调整，咱将顶礼拜所无放伫定数内面的遮个定数，拢甲放伫网络顶面。咱嘛要恢复咱习惯的即个定数，所以伫献诗的时阵，咱将过去圣歌队所献的即个诗的即个录影，咱甲放出来，互咱伫规个礼拜的中间会当搁较完整。伫奉献的时，咱嘛将奉献咱所要献的即个奉献的诗，咱嘛甲藏起哩。因为奉献毋是干那金钱的奉献，奉献是咱全人的奉献。所以伫规个礼拜定数内面，咱恢复一早前咱实体礼拜的即个定数。所以邀请众兄弟姊妹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游玩将咱的心放伫上帝面前，求上帝甲咱相拄，互咱伫即个礼拜中间，咱会当完全来领受对上帝下来平安甲祝福。即时邀请伫恁伫电脑的头前，也是伫恁的手机的头前的各位兄弟，咱
咱做伙同心来祈祷。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的疼甲阮做伙，你看顾阮，伫过去的日子，你安怎保护亚查阮？即时我嘛恳求你甲阮治地。疫情虽然真危险，侪人得到武汉的肺炎，总是上帝求你保守看顾。过去台湾这一年外来，你的保守，互阮有真充足的准备。总是病毒的影响真大，恳求上帝你继续看顾每一位兄弟，每一个人拢伫你的保护下面有平安。看顾今仔日无论伫倒落，阮一齐要来同心敬拜你。愿主你的信心甲阮同在，无论阮伫倒落，你拢甲阮做伙。互阮伫敬拜中间，阮甲你相拄；互阮伫敬拜中间，阮领受对你下来祝福。愿主亲身看顾，阮将今仔日礼拜自头到尾，仰望伫主你的手中。愿主你亲身看顾阮，愿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愿因光归伫至高的上帝，愿意赐和平予地球伊所喜爱的人。即摆咱来读主祷文。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，赦免阮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你传阮入灭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即马咱来读启应文49篇，启应文49篇，伫信心的后壁面1089页，1089页。以赛亚55章，现着我来刻你来印。来，喙焦的人遮有水，散车人嘛来买来食，来买酒，来买奶。毋免钱嘛免银，恁若着开钱买袂食猪的面，哪着用劳苦赚的钱买食袂饱的面。恁注意听我讲，就有好面通食。享受上好的食物，互恁满足。
趁找会着上主的时，就来找伊；趁伊困我的时，就来求救伊。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，不义的人就放杀因的计谋，就归向上主，伊要怜悯。就归向咱的上帝，因为伊要白白赦免。上主讲：我的想法毋是你的想法，恁的道路毋是我的道路。天比地加甲偌悬，我的道路比你的道路嘛加遐悬。我的想法比恁的想法嘛加较悬。互假使对天降落，无过倒转。要润泽土地，互我国土保育大长，要互野种的有种子，互人有美娘。对我的喙讲出的话嘛会安尼。我的话绝对袂空空，倒转来我遮。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，我的话要成就我爱做的代志。恁会欢欢喜喜离开，平平安安到厝。大山小山为唱歌迎接，田野的树木会拍谱啊欢迎。以前有刺皮的所在会不相别庆别，有草刺的所在会发射流。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，要做永久无变的记号。即马咱来唱一首俄罗的诗歌，信心19首，信心19首，为着美丽的地面。为着美丽的地面，为着灿烂的星星，为着阮出世以来所受一切阻碍，天父上帝，阮这声。俄罗称呼你主名，请起立，咱来唱全首。为着美丽的地面，为着灿烂的星星，为着咱出世以来所受一切阻碍，天父上帝，阮这声。称呼你主名，为着当时的境地，无论你日随何边，山水花木好光景，你我心心就更明，天父上帝阮这声。请坐。
请大家同心压头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创造宇宙的主宰，施恩的主，阮诚心来到你面前朝见你。主啊，现在阮台湾面临严重的疫情，有侪个所在拢有足侪人感染新冠肺炎，求主医治，求主怜悯因，帮助因，互因的病情减轻，渐渐恢复健康。伫这疫情当中，阮将惊吓的心交托主，求你的信心充满阮，安慰阮，互阮会当来仰望你、倚靠你，使阮开来，帮助阮除去一切惊吓甲忧虑，有信心来对抗即个疫情。主耶稣基督，你是施怜悯的主。阮也恳求你施恩保护阮的国家，阮也为所有的医护人员来祈祷，求主甲因同在，保护因，赐因力量甲智慧，互因伫每一天面对患者的时，拢有体力、能力甲耐心来医治遮的病人。主，阮也为着教会来祈祷。教会为着因应即个疫情，阮聚会方式有所改变，求主互阮智慧，互牧师、长老、执事甲所有的同工持续的带领众会友来敬拜你，坚固信心来传扬福音。主，虽然阮面临即个疫情，阮伫你面前宣告。你永远掌权伫阮的当中，阮要经历上帝荣耀的稳定。阮要知影你的旨意，阮要知影你是真实唯一的上帝。求主坚定阮的信心，阮的恳求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今日要读的经文，是马太福音第11章25节到30节。是马太福音第11章25节到30节。现由我来读。当迄时，耶稣应讲：“爸啊，天地的主，我学罗你。因为你将遮个事对智慧聪明的有隐瞒伊的，对细囝有显明伊。爸啊，是啦，因为你看安尼最欢喜。万项有对我的爸交付我，爸以外无一个捌囝。囝甲囝所爱要指示的以外，无一个捌爸。恁见拿着摩达重大的，就讲我要互恁安息。我心内温柔谦顺，恁爸我会担来对我学，就恁的心性会得到安息。因为我的担是紧，我的担是轻。即马咱来请圣歌队来献诗，咱来看一段。是。
咱请邝牧师来讲道，伊的题目是青的担仔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伫疫情的中间，咱犹原会当组织，伫无共款的所在，总是咱通过直播的方式，咱会当来到上帝面前，咱做伙敬拜阿罗伊。无论咱伫倒落，我相信上帝拢甲咱同在。我相信信心即时嘛甲咱做伙。咱恳求上帝将伊的话刺插伫咱的心内，互咱知影要安怎继续向前来行。咱同心来祈祷，全能的父上帝伫你的面前，阮献上感谢。虽然伫疫情的中间，阮有时无法度真明白上帝你的心意，伫甲阮的生活有一寡改变，总是阮相信上帝你有你的业力伫咧。阮相信上帝你有你的计划伫咧。阮恳求上帝，互阮会当明白了解你的心意。即时阮组织，虽然伫无共款的所在，总是上帝你互阮会当有即个机会，会当有即个时间，阮分别做成来到你的面前敬拜阿罗你。愿主你的话成做阮生命快乐甲帮助，互阮伫阮面对即个疫情的中间，阮知影要安怎继续向前来跑走。恳求上帝你甲阮同在，信心运行伫阮的中间，互阮讲甲听的人拢得到利益。阮安尼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今仔日伫教会节期内面是信心降临节。信心降临节记载伫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内面。第2章的一开始的记载讲，门徒组织做伙，然后伊伫遐有信心降落来。这个信心是对天降落来的。这个降落的时阵，众人看到，敢若有亲像纸的火来显现伫中间，然后这个火分别降落伫信心的头壳顶，伫门徒的头壳顶，信心就充满伫因的内面。当这所有的门徒和信心充满时，这个时间咱讲是五旬节的时间，嘛是咱即马咧讲的信心降临节。所以咱常常用火来代表信心的降临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信心降临了后，以后门徒拢有无共款的口才。这个口才是信心所想事的。这个口才可以当讲起各国的话，无共款国家地方的话。因为伫迄时有真侪以色列人，因四散伫无共款的所在，伫因生活的中间，因已经用当地的语言来做沟通。所以当因一届组织来到门徒的这个所在时阵，当门徒因用因家己地方的话咧讲的时阵，这位逐位来的人拢感觉真奇怪。因讲伫这个所在会当听到我家乡的话，这个门徒因嘴所讲出来，毋是无意义的。因所讲的，咧讲耶稣基督救赎以及国外的信息。所以当迄阵，彼得就这众人来讲道，伊所讲的嘛是同款的信息，就是主耶稣的救赎甲国外。侪人因为信心的关系，因的心门拍开，所以因听了，因的心震动，所以就问讲：我要安怎行才好呢？伫迄个时阵，彼得甲因讲：恁着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，互恁的罪会当得到赦免。那呢，恁就会当领受迄个上帝所赏赐的信心。所
所以伫迄个时间，侪人来受洗礼。圣经讲，遮个人一天差不多约略有3000外人。因毋是干那受洗礼，伫圣经的内面所记载，因是门徒，正做军队耶稣基督的门徒。那呢来看，圣经的记载内面讲，圣神降日节了后，因逐工拢同心合意，迫切伫圣殿的内面。因伫圣殿的内面做伙来读经，做伙来祈祷，而且因阁伫厝的3甲8饼，因有欢喜伊个真实的心，做伙来用餐，做伙咧学乐上帝，得到因周围遐个民众的欢喜、喜爱。上帝就逐工将得救的人互因。这个就是咱伫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内面所讲的圣神降临节。伫这个时刻，咱无法度组织伫圣殿内面。不过，咱每一个人的身躯拢是上帝的殿，咱拢共款伫一个殿的中间，咱共款咧敬拜。所以，拿呢来看的时，咱敢要用信息甲心灵咧敬拜？若是有的时阵，咱来思考一个问题，就是当咱咧敬拜的中间，咱是毋是愿意甲家己献上，互上帝来用？虽然疫情的关系，咱可能无法度出入，总是咱透过真多的方式，咱会当恳求上帝来使用咱。虽然咱可能关伫厝内底，咱无法度出去，总是咱还阁有办法，会当互上帝来使用。那呢？你敢有愿意互上帝来使用呢？今仔日原本是教会130周年的一个超出森林卡列的野外礼拜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咱延后来举办。因为咱认为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。不过，伫这个疫情渐渐扩大的时，咱要安怎用信仰的眼光来面对现在咱的情形呢？咱要安怎来看待这个疫情对咱的影响呢？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中间有讲，你若路口背重担的人，我要问一个问题是：为什么人会感觉身躯顶面有重担呢？为什么咱人会感觉讲，咱随时身躯顶拢派一寡担伫的？无论这个担是重的，也是轻的，拢对咱有一寡负担伫的。其实，伫生活中每一天，咱都会当经历真多的代志，且真多的代志，中间会成做咱生命中的重担。无论看是倒一款代志，无论看是倒一个人，咱对重担的定义拢无相像。同款的事，对有的人来讲是真正沉重的；对有的人来讲，这是无遐沉重，真简单就当解决的。总是什么代志是你的重担呢？什么款的代志会成做你生命中你无法度透放的重担呢？是因为即马武汉肺炎所带来疫情，成做你伫生命中的重担吗？也是因为这疫情的关系，造成你家庭中间亲子的关系，这个关系会成做你的重担吗？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公司的营运、业务、收入，拢成做你的重担吗？也是你毋知要安怎甲上帝结连，这项事也成做你的重担吗？伫教会历史内面，伫主后1878年的某一天，咱的先人张乃凤，伊经过新店屈笑
架顶步桥的迄个所在，伊听见马偕牧师所讲的一句话。伫马偕牧师报道的内面，伊讲到马太福音11章28节，讲来啊，所有劳苦背重担的人，拢来到我遮，我要互恁得到安息。即句话，即段经文，互张乃芳长老伊的心得到透放，因为即句圣经，即句经句，互伊来开始认捌上帝。那安尼，伫今仔日，咱原本要去行即个先祖所行的脚掠的道，即段路时，咱犹原用即段经文来看咱的信仰。我想张乃芳长老当时，伊派迄个重担是一个担仔，即个担仔伊爱为山顶行到山骹。我想即段路无好行。即段路毋是亲像咱即马要上山、要去鸟空的即段路，有点仔架通好行。伊所行的路可能是坎坎坷坷、起起落落。伊爱早起，天还未光的时阵，就爱出门，一直到日头要落山的时阵，才法度转去到厝。早起出门，伊的担内底所放的物件是地叶，是农产品。当伊要转去的时阵，伊的担内面放的是一家人生活所需要遮的物质。所以，无论是早起出门，也是日头落山要转去的时阵，我咧想，伊肩胛头遐的担，拢共款是有重量的。所以，毋是早起出门，将地叶、将农产品卖了，伊担落去啊？无，伊犹原爱派即个担，佮行原路转去到山顶。各位兄弟，张乃芳长老，伊听到即句经句，伊的心开阔，总是伫伊的生活中，迄个实在迄个担，抑搁伫地，每一工拢抑搁伫伊的身躯顶。那安尼，伊真正交伫主耶稣面前的重担是甚物呢？那安尼，咱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姊妹，恁心中的重担是甚物呢？你敢有真正交伫主耶稣的手中呢？你敢有交出去呢？第25节的时阵，伊讲迄时，耶稣讲：天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遮的事，聪明的人显现出来，连无聪明的人显现，你甲藏起来，你互囡仔会当看到。讲爸啊，是这原本是你的好的旨意，一切所有的拢是我爸教予我的。除了爸以外，无人知影囝；除了囝甲囝所愿意指示的，无人知影爸。主耶稣讲这段话，是因为伫头前，伊经过足侪城市，遐个城市拢咧做歹，因为遮个城市做歹。耶稣咧责备因，耶稣咧警告因，总是因拢无要听。因为每一个人拢认为家己有智慧，因其实伫这中间无法度明白天父上帝的心意。所以当每一届耶稣咧教示人的时阵，咧甲人讲道理的时阵，咱伫4本福音书内面，拢会定定看到上尾的记载讲。有耳的通听，有耳的通听，你就听。各位兄弟，当耶稣咧劝勉的时阵，咱敢有咧听；当咱咧读圣经的时阵，咱敢真正是读过尔，咱无听入去吗？这礼拜，学生真侪拢停课，无停止学习，所以拢伫网络顶面。咧上课，但是上课总是有一个时间性。下课的时间，其实
这个家长就开始烦恼啊，因为除了上课以外，应该安排侪的活动，所以无一天24小时，甲伊个囡仔做伙，体力爱付出，心力嘛爱付出。疫情扰乱了每一个家庭因的生活的节奏，互因原本的迄个模式拢无共款啊。所以伫网络顶面看到即个家长，因讲哀嚎遍野，就是因毋知要安怎。第一天、第二天还佫会使，第三天、第四天，敢若无法度继续来维持啊。这嘛真做因的重担。囡仔劳苦陪重担的人，会当到我一个所在来，我互恁得到安息。这个劳苦所指的是身体的疲劳、身体的劳力、心内的欠缺、灵内面的孤单。这个重担，讲的是你承担这个压力。也是因为罪恶的关系，真做人的一个欠缺的重担。安息，要真正得到安息的人，我想伊应该爱知影家己的状况，伊应该爱知影讲家己为什么劳苦，为什么背重担。那呢，伊才有法度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得到真正安静甲休困的这个意义。咱若看即幅图，真安静。但是你无法度明白家己咧派重担甲劳苦的时阵，环境虽然真安静，总是你的心未平静。所以咱只有完全了解家己，即个环境毋是真做咱的帮助，只有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咱才有法度得到真正安息。伫疫情变化的即个时刻。咱若对于新闻内面看到真侪人，因的心咧浮动，因的心内无安全感，所以真侪人开始去抢物件，咧囤物件。其实这嘛咧表明咱人的心中间迄个焦虑，甲无毋忘伫咧，惊讲。一发布即个疫情的一个真大变化时，咱就无法度阁生活落去啊。不过，敢真正是安尼呢？咱会当对政府所公布的，其实有真侪医疗的人员咧为咱的身体咧固守伫的，喙暗嘛有真侪，酒精嘛真侪，拢伫库存的中间。卫生纸、泡面，咱看到新闻，抢甲拢要无去啊！总是迄个库存，伫过去这1年外的时间，咱的政府有咧准备。总是遮个消息，咱拢无看到，咱拢看到的是遐负面的消息，看到遐真危险的代志。伫平常时，咱逐个生活中，咱拢无共款的担，咱拢派着。对家庭、对经济、对工作中间侪来的压力，也是代志。这拢真做咱生活中的担。伫疫情的中间，这个担敢若加真重，生活的形态互改变啊。家庭无法度照原本的生活的方式来生活，真做家长的担。经济。咱毋知有法度，即个工作会当继续落去袂？咱毋知咱的经济收入会当持续袂？这真做咱的担。工作的形态嘛无共款啊。有的人伫厝的内底工作，有的人爱去到公司，爱轮流，总是遮所有的拢改变啊。真做咱每一个人生活中的担。教会嘛共款。疫情的发布了后，教会决定要停止这个实体的礼拜，改做伫网络顶面直播的礼拜时，当工就开始烦恼啊！咱要安怎来进行？咱的设备有够无？咱的进行中间有啥物爱改变的无？
团契的生活嘛改变啊。咱无法度实体组织，咱只有伫网络顶面来见面。伫要分享，也是要操作者所谓软体的时阵，咱拢手忙脚乱。伫过去一礼拜，我一直咧研究，一直咧敲揣，要用什么款的方式，会当互咱伫礼拜的时，互咱大家感觉无差别。无差别是咱伫厝的礼拜，甲咱实际来到教会礼拜，迄个感受是共款的，迄个敬拜的心是共款的。这嘛真做牧师会重担。26、90讲，我的心内温柔谦卑，你着陪我的担，学我的款式，安尼恁的心内就会当享受着安息。耶稣讲的心内温柔谦卑，是耶稣接纳所有的人会无教业，陪耶稣的担，学伊的款式。这是咱一直咧学习，一直咧想要敲揣的。总是咱无法度完全，迄是因为咱排迄个担，咱拢家己排掉的。这个中间中文讲恶，就是耶稣咧讲的迄个排迄个担，迄个担其实是当时伫中东的这个所在，伊用两只共款的动物做伙伫田内底咧犁田的时，所用的这个担。是两个动物做伙排做伙，所以因爱同心做伙来行，分担迄个重量。总是咱人，咱拢家己扛起所有的担，咱扛啊真重，咱扛啊真忝，咱扛啊讲敢若缀甲袂喘气共款，咱会家己排，因为咱家己一个排这个担要来犁迄个田。中东迄个所在，因为迄个田的土真重，所以两个动物同心来行。总是咱若家己一个人的时，咱会感觉真忝。各位兄弟，你愿意将家己交互主吗？你愿意担起主耶稣要互你担的迄个担吗？你若愿意，其实你就是甲主耶稣同做伙来排即个担。过去，咱的祖先、咱的先人，因所排迄个担，内面有地叶、有农产品，伊是维持规厝内底人的生活的担。现在，咱所要排即个担，是咧面对现主时的武汉的病毒、经济、咱的心理、咱的身躯，以及咱彼此中间的关系等等者。真侪代志放伫咱的身躯顶，咱拢甲排起来啊！其实耶稣咧邀请你，咧邀请咱每一个人，将咱身躯顶的这个担交互伊。这个交出去的动作无简单，因为你要真正愿意将家己放伫耶稣的面前，求叫耶稣的名。你愿意将你肩胛头？也是你手中所抓掉的这个担，交互耶稣吗？你愿意吗？每一天天光的时阵，咱亲像看到这幅图，天光啊，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天光啊，是上帝所赏赐予咱一个新的气力。那呢，对即摆开始。咱也要学习，就咱所挂虑的，咱感受到迄个真大的压力，咱求主耶稣甲咱同行。咱毋是一个人咧排，是主耶稣甲咱做伙，伊替咱分担，互咱的担袂遐尼沉重。咱爱放落咱家己所想的、所排的这个担，因为最的担是你家己排起嚟。有人讲，咱主日礼拜来到教会，来到教会门口口，咱要做礼拜，咱将咱的担放伫教会门口口。
然后咱欢欢喜喜做礼拜了后，咱就离开。咱离开的时阵，身躯的担加足多。为什么加足多？因为咱将家己的担放在门骹口了后，咱要离开的时阵，咱将别人的担抬起来，搁较沉重，搁较互咱无法度喘气。咱真正要放落咱家己的担，是咱邀请主耶稣甲咱做伙。咱毋是家己一个人。主耶稣讲，毋通为明仔载挂虑，因为明仔载有明仔载的挂虑。一天会学担当，一天就有够啊！咱每一天拢咧经历上帝所予咱的稳定、疼痛、平安甲喜乐。咱无需要将咱迄个烦恼的物件搁歹起来，而且毋但歹家己的，搁将别人的嘛歹起来。咱来放落，互上帝来引带咱，互主耶稣甲咱同行。这个担，亲像是魔鬼，亲像是病毒，伊会影响着咱。咱来靠主耶稣的名，将伊诊除。要诊除，咱就爱读圣经。咱来对圣经内面去领出上帝遐所赏赐的快乐、稳定甲疼痛。愿咱伫即几礼拜中间，若是真正疫情的发展真无好，咱拢爱伫厝内底时，我邀请各位兄弟姊妹，你用搁较侪时间，搁较侪安静的时间，甲主交沟通，甲主做伙，读上帝话语，用你的敬拜学乐，成做一个芳芳的祭。你的厝内底设立一个家庭的祭坛，互即个祭坛遍布伫咱文山的即个地区，互上帝信心临到咱中间，互更较侪人因为安尼知影咱是主耶稣的门徒，放落咱的担，互上帝、互耶稣甲咱做伙来排咱的担。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上帝伫你的面前，我相信你听阮每一个人。我相信阮拢是你所敬重的百姓。我相信，当阮拄着即个危险的疫情的时阵，你保护看顾阮。恳求上帝，你每一天提醒阮，爱甲你有一个好的沟通，透过灵修、敬拜、学乐。透过规个家庭的组织，建立家庭的祭坛；透过彼此的关怀，伫你的厅内面三结连。愿主祝福伫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的身躯顶，互阮每一天拢享受对你遐来平安甲喜乐。献上阮的感谢、祈祷、恳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即马咱来唱圣诗153首，153首。我听耶稣的声讲明，我听耶稣的声讲明，恁踮伫即世间，见若劳苦来我面前，大人会得平安。我听伊讲，心就欢喜，随时就去找伊，心得平安、快乐、得意，永定耶稣身边。请起立，咱来唱全首。
生我的爱，为你面望，家己更免强我听伊讲夜头关头，充满永远欢喜。耶稣真光，永无变化，叫我行到一世。请坐。即摆咱来奉献。当咱今日甲孝顺上帝恩典的同时，咱也回应上帝的恩典，因此咱来嘛是用心来预备这个奉献。那伫防疫期间，教会提供3种的奉献方式：第一，转账奉献；第二，你会当家己送这奉献到教会；第三，我们可以自己先把这个奉献收集起来。等于这个转账奉献，我们有提供这个教会的汇款账号、户名、银行名称跟银行代号，那都在这个周报上或者是这个直播的这个画面都有。我们来看第二，那如果你要送到教会的话，请伫以下的时间，拜一到拜六9点30分到下晡5点30分，或是礼拜二上午9点到下晡2点30分。第三，自行收集的话，你们可以先把这个奉献的金额放在一个信封，你会当每一个礼拜把奉献收集起来，当恢复实体聚会的时候，再一并带回教会奉献。期待伫这段疫情的期间，咱的敬拜、咱的性命，拢会当成长，不间断。另外，如果需要纸本那个奉献明细的兄姐，可以再跟干事索取这个周报的纸本。咱来唱奉献的诗歌。遮济，咱即摆来报告。伫报告的台先来读今日的经句。你见拿着我重大的就问我要互恁安息。马太福音11章28节。你见拿着我重大的就问我要互恁安息。马太福音11章28节。OK， 再来看信工分担。后礼拜主理何塞同工，主理是黄传道司会张景伦技师、苏晴婷、张丁显弟兄。华语礼拜是廖竹英姐妹、殷孔、彭兆亮技师。后礼拜主会内容拢改为线上聚会。那我们现在线上聚会有这几个单位、这几个团契都还有继续的执行。那特别看是查经基督会，主理是柯某书，事会是张义如技师。后礼拜讲到是黄传道，伊的题目是敬畏耶和华，
圣经信息起因甲根据，咱会当事先来看。咱来看教会消息。第一点，约礼拜延期通知，咱因为疫情的感染、疫情的关系，系咱原定5月23号的约礼拜，咱延期到9月26。第二点，共事营嘛延期，原定5月29日共事营，咱延期举行，那会另外通知什么时候会进行。第三点，教育团体组的通知，且各团体务必将下一季聚会表交给行政干事。那近期如果团契也开始实行线上主会，且将线上聚会人数回报给行政干事。第四点，奉献方式，为着方便兄弟姐妹奉献，咱有提供这个教会的银行账号。好，那这个下一张投影片会有这一张。好，所以大家可以来依照这个账号来进行这个转账或是奉献的方法。好，我们来回到上一张投影片。好，那特别要提醒兄弟姊妹是，若是你汇款了后，请务必这个注明这个姓名跟这个奉献项目。好，然后汇款完之后，也可以拍电话来教会说明伊个汇款的内容。好，第5点，咱有一个防疫期间的联络群组，邀请所有的会友加入这个联络群组，这个赖群组那手机连结就在这个 PPT 上那这个群组呢是专门要提供给教会发布这个讯息，那不是相关的消息，请你唔免上传。第6点，咱即马是暂停所有实体的聚会，各团体这个实体聚会什么时候会要再开始，会再通知大家。第7点，那即马礼拜弄有这个直播的方式台语礼拜跟华语礼拜都有。那有一个连结，就是在这个 QR code 这边周报上面也有就是 PPT 上也有。好，那你们可以扫一下这个 QR code， 那就可以登录到。好，那或者是你们可以在上这个 YouTube 网站的时候，搜寻这个文山教会音控室好，那也会点出这个画面，好，所以可以点选直播的部分，那就会出现我们这个礼拜的这个线上直播的状况。咱即马来唱信心395首。395首，至心天父，阮感谢你。唱完，咱来请寇牧师来为咱作祷。我的
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祝福。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毋忘，信心的扶持甲帮赞，甲恁众人伫地对积粒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，别倒。咱今仔日直播的礼拜到这个所在，愿上帝看顾咱众兄弟姊妹平安。